立法院初七三读通过，提关这警消人员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上悬会当到80%。今日公务人员协会就要求政府要停止抬公告人员的退休金，而且因的所得替代率嘛应该调到甲警消人员同款。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就赞声，表示过年过会处理。民众党立委张启凯嘛表示支持。立即停砍退休金。关社法马上停砍公告人员退休金。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等政治团体切实出面批评政府过去补助公告人员是米糖，加上那被切切伫立法院连续三读通过，提悬警消人员退休金所得替代率上悬延有80%，互公告族群感受相对的不适感觉，要求政府停砍公告退休金。一边说财政困难。所以要砍退休金，但是对于比公教人员退伍基金的潜藏负债多达2-3倍的劳保基金，你却不但没有改，到目前拿不出一个合理证据，你又说拨补就是一种改革。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来报考？他只是工人，没有尊严的，被消遣为、被指控为米虫。公务人员退休自欠附属法规定，已经退休公务人员现金的所得替代率上悬75%，上加45%，每年减少1.5%，一直到降到上悬60%，上加30%。高世兰表示，当年已经砍9%，剩66%，要求停落来。公告人员所得替代率应该调整甲警消人员同款，各用年资做主要考虑。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民众党立委张启凯也出来力挺。这4年，中央政府超收了1兆8500多亿的税收，这1兆8500多亿，平均一年超收4650亿。请问这些钱为什么不能留住我们国家的人才？现在我们的政府不止有钱，非常有钱。我们的退抚基金就是我们的军公教。每个月提拨的钱放到退抚基金里面去，退抚基金现在的经营绩效非常的好。年金改革我知道，就是其实军公教其实都蛮痛的哈。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每个执政者当然是希望我们人民有更多的福利啊。但是呢，我们当然也要思考的长远。张启凯无认为公告年改修法会造成世代对立，强调大部分民意支持公告所得替代率提悬。国民党团定调，会将公务人员退休自欠附属法修法列为下届会期优先的法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